安尼阮的户主才有价值。若是输了，就伫公司大舞台。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2号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闻大事台，头先就来报人在。台南某计程车司机或者乘客用电子支付纳车钱，杀害司机无辜，牵连到诈骗案件，银行口罩也放列做是警示。做联保的细老姊妹啊，甲开死亡案件开庭审理，辩护律师批评检方违反警察部公开，也无应该由国民法官来审理。随时警方24宣布掠到4名接受自杀称死亡事件相关人士，其中一个就是协助自杀团体执行长。讲到咱台湾有一个22岁查甫人，8月底去到中国上海，说是失踪要到几个月。进前中国国台办是有证实讲伊涉嫌诈骗，当咧甲调查。也那今仔日国台办是搁再表示，这个查甫人牵涉真济所在诈骗案，毋过伊人究竟是伫咧倒位？为虾米两化呢？无依照着这两化司法互助来通报着咱台湾。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说是无正面回应。咱国22岁姓郭查甫人8月底入境中国上海，失联要1个月了后，互中国国台办证实，因为涉及真侪地的诈骗，当在接受调查，毋过无讲人封关伫倒，含敢毋照相关协议通知咱这边和伊的家属。这次有没有依照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协议通知台湾跟他的家属？大陆方面严格依法办案，会依法保障其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至于两岸协议执行受到影响的原因，众所周知。咱国的海基会和中国的海协会伫2009年签司法合作，对涉及两方的民刑事调查处境和仲裁判决交流，应该及时通报。不过2014年艺人郭振东在大摩伫北京封掠的时阵，中国就无随来通知咱这边。根据中国的刑法，照诈骗的轻重，上轻判3年，上重会当告无期徒刑。和细个查甫人家属有够烦恼。他本来是同学要跟他一起去，可是后来他那个同学没去。去大陆的行程讲的包装的很好，他有跟朋友透露，就是在台湾讲的跟去到那边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是怕说他是在那边被威胁还是被怎么样才会去做那一些事情。我只希望说能安全的回来啊，也会担心他在那边放下这样子。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陆方不要仅仅只是很简单的一些说法了，能够尽快的寻机制来跟我们通报他目前的整个状况。咱国的海基会发函予中国的海协会电问，但是甲打拢无收到回应。海基会搁一摆呼吁中国，应该透过相关机制保持双方的沟通，来保障当事人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互乘客用电子支付来纳这车钱，毋过伊的口罩呢，说是放列做是警示口罩，无度使用，互当作是诈欺的共犯。伊是赶紧提出相关资料，向警方证明口罩才会当解除警示。这计程车司机也烦恼讲，即马诈骗遐尼济，伊又搁无度经人去。伫台南开倒案计程车的计程师，差点要食水诈欺的共犯。今年5月，计程师经由朋友介绍一个有约的人客，当时经由 iPad Money 支付467块的车钱，不过最近伊的户头其实无法度来使用，伊去问银行甲警方，才发现讲，家己的户头已经被列做警示户头了。本分局侦办诈欺案件，循金流查出其中一个联防账户为该司机所有，
经司机向本分局说明，并提供资料佐证，厘清未涉及诈欺案。计先生提出资料来证明，甲警方证明讲家己清白，并无涉案，警示户头交往解读。这个诈骗是层出不穷啦，所以这部分就是只能自己也没办法自己小心啦，就是只能透过警方跟银行那边来帮忙协助。因为咱埔这边嘛是迄个现金支付嘛足普遍啦，看北部那边也有需要就讲改装啦。因应这个时代，坐计程车除了现金来付钱，也增加多元支付方式，互人可以使路卡、电子支付。要么计程车司机无多来经人客，其实反倒等互诈骗集团利用，甚至有人载到诈骗的车手，也来配合调查。公司里面都有 GPS 可以调那个记录起来，所以你根本如果说你今天刷卡都要还是从公司花那个支付这种金额给司机的。警方防堵这诈骗行为，拆解金流的户头，不过愈来愈流行的数位支付，添加真侪新的洗钱方式。车队的系统后台除了保留路线甲收费记录，也建议司机加装这个行车记录器，家己加一个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公布，今透早有23只中共军机出海，22只飞过着海峡中线，执行远海的中航任务。另外，今仔日呢，这屏东三军联训基地举行联用操演，和北部的南洋指挥部做伙演训，这是头一届南北部队联合操演。目镜山直升机标准地面的靶区发射20公里连炮。拜三一早起，屏东三军联训基地进行第2天的联用操演。这边特别由南部作战区陆军增加564旅，加北部的南洋指挥部机步营协同演训。模拟真实的战争时阵可能发生跨作战区协同作战的情形，也是第一遍联训基地南北搭配。因为中共对台湾武力拢无停，国防部公布25透早7点10分开始进行23台次强机出海活动，其中22台次是飞过海峡中线延伸线执行远海导航，并且掌管强军伫咧最近密集执行飞弹射击等演训活动。赖清德总统伫咧主持10个军将官正任授阶典礼时阵，重申国军坚守岗位，保卫国家。政府会做国军的后盾，继续推动国防改革。我期许2位将军承担起更重大的责任，为国家打造现代化的国军，让整体战力一天比一天更坚实。因为赖总统也伫咧联合国大会总辩论进行的时阵，以录影的方式登上纽约非营利组织年度峰会，强调台湾愿意加国际伙伴。制定行一个民主的保护线，并且希望各国反对中国对连带第2500号决议的错误解释。China has distorted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in support of its One China principle, falsely claiming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at we have no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UN system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fora. 咱驻纽约办事处是举办台湾友谊之夜，包括几多位友邦的领袖、外长，加美国外委会资深参议员拢到场参加，共同表达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联合国体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民主基金会今日召开董事会处理这执行长的人事案，就风声讲这压力对执行长的人选一直无共识。不过，有人讲外交部长林佳龙对8月开始就真接约立法院长韩国瑜提出建议，希望讨论这执行长的人选，最后是有达成共识，是由廖达基出任执行长。台湾民主基金会25早起举行董事会，新兼董事长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原本是属于政大教授罗业忠出任执行长，不过会后结果其实完全无同款。韩国瑜亲身宣布由代理执行长，中山大学英语退休教授廖达基出任执行长，3名副执行长是罗业忠、前驻纽约办事处长李光章，也有前驻印度公司陈伯明。所有的董监事都一致通过，我们非常感谢廖达基教授愿意接任我们执行长，为了台湾民主的工作尽上更多的努力。卢业忠教授，他的学经历也非常的丰富优秀，也担任过之前的副执行长，所以我们董事会
一致通过，为国举才，都是一时之选。台湾民主基金会简称 TFD 是中华民国外交部主管的公设财团法人，希望经由民主政党、民间组织力量，扩大台湾参与全球民主收集，也佮稳固民主实质。民主基金会董事长按例由立法院长兼任，过去8年，民进党伫立法院取得多数席次，同时接压董事长甲多数董事。毋捌伫执行长人选顶面发生问题，不过这届国会在野党较侪，毋若进前韩国瑜接任董事长，听讲有客调咧，就连执行长人选也出现无同的声音。相关的人应该都是有经过蛮多深入的沟通，那很高兴大家能够在跨党派的基础上达到共识。根据了解，外交部长林佳龙对8月起就一直小招韩国瑜来针对执行长人选来做讨论，展现这个诚意，只要成功来处理共识。新任执行长廖达基也讲，董事会伫非常平和的气氛下，大家无异议通过这摆的人事案。在会场上大概就是5-6分钟，是无异议一致通过。努力上面我们是绝不懈怠的，所以他期待我们继续擦亮台湾自由这个自由民主这个招牌。廖达基讲，韩国瑜认为台湾若是要行出去，有3支卡，分别是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维护自由民主体制，台美关系相当重要。民主基金会未来伫自由民主的领域一定会更加打拼。记者综合报道。清华大学今仔日颁发应有讲座教授予日本学者小笠原欣幸教授。这小笠原教授呢，伊测真侪届台湾大选的结果，伊也讲伊真欢喜，真做清华人，未来继续踮伫咧台湾观察台湾的政治。今仔日伫即个所在，会使互大家我感觉非常欢喜。演讲一开始，先用台语甲大家拍招呼。来自日本的小笠原教授，过去研究台湾政治约30年，万不一摆正确预测台湾选举结果。今年清华大学特别邀请伊来上课，针对台湾政治参选举议题开课，连面吸引未少学生小齐报名。会先提供他的 PPT， 然后是一个很精美的，然后很有系统性的逻辑，然后介绍他的方法论，然后还有他在地方派系的研究，还有也会提供台湾相关的文献，然后关于台湾的地方政治和基层选举。老师他过去在云林在一些地方派系的研究上面，他可能有一些这个跟地方过去有比较可能有江湖气味的这些地方政治人物去互动的时候，其实让同学们其实觉得蛮新奇的。小笠原教授几啊摆正确预测台湾的选情，所以有一个封号或者选举之神。小笠原讲，伊真欢喜有机会来台湾教册，而且台湾学生上课拢真认真。面对目前两岸方面相关议题，教授也提出家己的看法。5月的赖清德就职演讲。他明确说，他是继承蔡英文总统的维持现状的路线，这个是让日本、美国原来担心赖总统的方向的人是放心的。习近平方面呢，当然是想要改变现状，但是不至于台湾要维持中华民国的体制的时候，那不至于马上来用武力来攻击台湾，这个是我们深入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或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政策的学者来说，是几率是比较少的。清华大学校长高桂元讲，过去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有真侪人流汗、流目屎，甚至付出宝贵的性命。未来希望透过小笠原教授对台湾政治观察，帮助学生更加了解民主的重要性，提供学生更加开阔的世界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中市公车撞到2个东海大学的学生，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早起呢，有10个东海大学学生代表去到车祸地点抗议，要求政府要重视过路人的路权。那台中警方是连续3天加强执法，不过民间团体认为讲，这次政府会当针对到交通道路设计有问题部分，先做改善。路口要停让，路口要停让。
10多位东海大学的学生来到死亡车祸路口，举标语抗议争取行人路权，而且设路口2日。东海大学2名女大生22号暗时，伫咧台中市中区 QG 的交通305公车弄到造成死伤，学生会批评道路环境对行人无友善。台中市的行人环境也不够完善，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路口并没有外推人行道。 而为了弥补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的不足，有些公车必须要绕到很狭小的车道。事发了后，台中警方宣布，为24号开始连续执行3天的大执法，针对汽机车无暂停让行人加强处理。不过民众并无认同。以长期持久性来讲的话，效益不大。 市府才拄仔讲要重新检视强化20大肇事路口安全措施，但是对照警方提供今年顶半年行人交通事故死亡28人，所意外发现死亡地点拢无伫咧重大肇事路口。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批评头痛医头，重点是伫咧规个交通道路设计系统性的问题。那其实如果你只检视这个事故的几大路口，你哪怕是20大、100大，你这些101后面的都会有发生一样的问题。真正该检讨的是整个交通系统性的问题。交通局与科业者于9月23日起，于多数路口实施联合稽查。 交通局也将持续派员至高风险路口进行稽查作业。交通局强调，已经要求市区公车业者落实路口转向停看行，而且为23号开始，甲业者伫咧各大路口举行联合稽查，只要是无落实的开罚，后续会修订免费行车契约，制定重大事故的法则。另外，东海大学表示，已经找到律师，会义务替2名死伤的学生拍官司讨公道。记者台中报道。 教师节就特别到啊，县市政府这教师节礼品真侪拢已经送出去啊。嘉义县市的教师节礼物呢，是县市长的一个卡片1张。那既然县市200块礼券，一个老师是讲真失望。那嘉义县市已经答应讲，对明年开始呢，会发敬师礼券600块。那讲到既然敢要甲这礼券的金额给复原呢，这部分是讲搁爱讨论。 另外，跟他很像，这个也叫做法。老师普通些认真教册，培养后一代教师节将军教。不过，宜兰县政府2月开始颁的教师节礼物，敢若公益礼券200块，互一个老师真失望。年物价一直起，宜兰的教师礼券和其他的县市比差有够多。那我们虽然在112年有调整，可是到现在相较之下又有很大的那个落差。各界的一些意见，那我们也会参考其他县市的相关的一些做法。那就针对这个额度的部分呢，我们在明年度会来做一个规划来研议。县政府回应讲，这届所颁的敬师礼券总共8800份，对象包括公私立高中及以下含幼龄的老师、代课师、甲教职员，范围是全国上宽。是不是要提高经验，搁爱研究？2月就是教师节，各地方拢来送教师礼。金门县是高粱酒1罐，台北市礼券2000，新北市礼券1000，高雄市、台中市拢礼券600，新竹特别是2000一支。那嘉义县市是以2个首长的名义所送的卡片1张，结果引起部分教师批评讲，这根本是在处罚老师。但是，现场基层的老师需要的是我们教育首长更加重视、更加优质化我们的教育环境。那同时，我们也已经在明年编列了。我们这个每一位老师都有600元的礼金。那我们可以会编相关的这个条例啊，然后来明年我们就发放600块的礼券。庭长要怎改良教育环境，依然是济基层老师上大的嘛。这届面对外界对着教师礼的反应。嘉义县市政府是承诺明年开始会颁礼券600块，在这个特别的节日，各县市政府的祝福礼，敢会有辛苦的教师会当快乐过节，煞变做讨论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瑞士警方只是宣布用引导协助使人别人去自杀的罪名，抓到4名接受自杀称死亡事件的相关人士。这4个人内面呢，就协助自杀团体最后的避难所的执行长魏勒特。4岁协助自杀团体最后避难所7月向外界介绍这个叫做照管外形亲像太空舱的单气自杀舱。台北有个短短几个月来，就有人伫无医疗监督之下，用这装置结束生命。结果，一个得到严重免疫系统疾病64岁美国荷兰人，23伫瑞士沙佛豪森州的森林死伫自杀舱内底。
警方接到报案了，用诱导协助教唆自杀的罪名，掠4个甲案情相关的人士。根据了解，最后避难所执行长为了讨到司机中之一，另外有2个瑞士人，加一个荷兰报纸的摄影记者。内政部长施奈德23伫瑞士最高行政机关联邦委员会特别强调，自杀窗无合法。Sarko-Suizidkapsel ist in zweierlei Hinsicht nicht rechtskonform. Zu einem erfüllt sie die Anforderungen des Produktsicherheitsrechts nicht und darf daher nicht in Verkehr gebracht werden. Zum anderen ist die entsprechende Verwendung vom Stickstoff mit dem Zweckartikel des Chemikaliegengesetzes nicht vereinbar. 虽然瑞士是全球少数几个允准协助自杀的国家，不过这种暂时自杀窗在当地依然有高度争议。反对者烦恼以现代化的设计会美化自杀，再加上用在无医疗监督情形之下，让使用者家己操作也是一个问题。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真主党继续交锋对垒。以色列表示讲，拜三伫咧特拉维夫炸到一列对黎巴嫩飞过境的飞弹，而且继续对真主党的据点空袭。双方伫咧联合国大会顶头互相指控对方是恐怖攻击。那黎巴嫩的外交部长指出讲，目前已经有50万人有落无厝，而且也讲到这场战争只有美国会当来动点。以色列的大城特拉维夫25是警报声一直亮，后壁以军证实防空系统是成功炸掉一粒对黎巴嫩越境的地对地飞弹，而且指控真主党伫前一天对以色列是发射300粒的火箭炮。以军同款无得客气，继续在帮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的据点，伫对贝鲁特的空袭行动内面，崩死一个高级指挥官。באו היה עם מפקדים נוספים ממערך הטילים של חיזבאללה. לפחות 2 מהם חוסלו ואנחנו עדיין עומדים את תוצאות התקיפה. 伊犁的战火对真主党通信设备爆炸的事件发生了后，是一直在升级。双方伫联合国大会互相指控对方是采取强攻的手段。黎巴嫩伫23个拄着对1975年到1990年的内战以来史上上惨重的一天。黎巴嫩的外长证实，各打已经有50万人无厝头转去，都离开家园。联合国秘书长说明讲，千万莫互黎巴嫩变作后一个加沙。Lebanon is at the brink. The people of Lebanon.The people of Israel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cannot afford Lebanon to become another Gaza. 做真主党的靠山伊朗总统，我采取同一个论点，我是绝对袂互盟友来单独对抗以色列。不过，正挺以色列的美国总统拜登是伫联合国大会催大家以外交手段来解决纷争。Full-scale war is not in anyone's interest. Even if the situation has escalated, a diplomatic solution is still possible. In fact, it remains the only path.To lasting security, to allow the residents from both countrie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s and the border safely. And that's what we're working tirelessly to achieve. 联合国25会针对以黎战事的升级来召开安理会。联合国旗下的巴勒斯坦难民救济组织是表示讲，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战火拢还未停，即马国加一个黎巴嫩，3个所在拢在战，会互巴勒斯坦难民的处境是愈歹，救援会更加困难。另外，伫美国纽约和加拿大的多伦多这所在，嘛公布出现声援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抗议声音。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和台湾同款是小型海洋国家的新加坡，最近这几年要增加海军的战力，委托德国 TKMS 集团起的4架长水艦，前2架伫咧德国湾训的官兵，进前也拢登到新加坡啊。总理黄顺才伫2时主持成军典礼。成军典礼所在伫新加坡海军总部所在地忠义基地，由总理黄顺才亲身来主持。As a maritime nation, Singapore's survival and prosperity depend on free and unimpeded movement over the seas. The RSM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keeping our sea lines open and secure. 身为小型的海洋国家，新加坡海军现有的兵力规模只有4000人左右。伫中型级舰舰回国服役进前，舰舰舰队操作4架水电制。离手舰舰，前总理李显龙任内2013到2017年，新加坡向德国有名的 TKMS 集团先后订4架中型级舰舰。这款舰舰以 TKMS 集团销真好的214型舰舰为基本，不过舰航排水量达到2200吨，比214型较大一点嘛。
除了提升自动化来减少人力的需求，中升级官兵有家己的床铺，无亲像其他国家的检南人员必须爱甲人公家用困的所在。另外，新加坡海军的作战区域位伫热带海洋，所以来自德国的检南也必须为新加坡做特别的调整。Today we stand confident not just to procure new-built submarines, but also to customize them to meet our specific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The Invincible-class submarines are fitted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allowing for leaner crews and better maneuverability in our congested waters. They are quieter, more durable, and better armed than anything we've had before. 德国系统的利益属型检南包含授权生产的形式，希腊、葡萄牙甲韩国拢有采买，未来也包含土耳其甲印度拢想要来采买这型的检南。外电报道指出，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边，东边挖近南海，西边是马六甲海峡，拢是国际贸易重要航道，特别是南海周边各国为着岛屿主权的争端，一直伫侦查。新加坡甲中国虽然无海峡定态情况，不过也需要有够的海军实力来维持海运线畅通。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美国总统拜登昨昏伫联合国大会上尾一届以总统的身份演说，伊是搁再强调维护台海和平来保护上先进的科技。另外 ，G7 的外交部长也发声明，挺台湾有意义来参加国际组织。针对着美国总统大选，智库全球事务研究所上届新的民调显示，选民认为 Trump 处理台海危机的表现会较好。不过，民调也指出讲，胡锦丽支持者赞成美国应该爱出兵保护台湾的比例较悬。美国总统拜登二是伫联合国大会告别演讲，搁一摆讲到台海局势。The United States is unabashed, pushing back against unfair economic competition, against military coercion of other n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nd protecting our most advanced technologies so they cannot be used against us or any of our partners. 迄一天，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伫联大场边见面了后，发布联合声明，有关涉台内容指出 ，G7 伫台湾议题基本立场无变，包含过去所声明一中政策，对无需要用国家地位做前提国际组织 ，G7 支持台湾正做成员，无要求国家地位的组织 ，G7 支持台湾用观察员或者是来宾参加。另外，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头算，胡锦丽甲川普对台海危机的处理应变，根据智库全球事务研究所上新的民调，第拿中国武力犯台，摇摆州58%选民认为川普更较可能有效应对，胡锦丽是42%，第全美选民方面，因为川普更可能有效应对比例是53%，胡锦丽是47%，显示胡锦丽外交政策环境不如川普明确。在保护台湾方面，民主党的人甲共和党的人支持的比例差不多同款，分别是44%甲45%赞成，暗过甲想要投予川普的美国成人选民比起来，想要投予胡锦丽选民认为美国应该出兵保护台湾比例悬出18%。公视新闻恩文玲编译。高雄大城有一个4个月大的查某婴仔，介绍是去互伊的老母家伊饿死。社会局调查指出，讲一个31岁姓陈的单亲妈妈，伊一个人请养2个囡仔，中秋过后也是无甲这4个月大婴仔送去顾婴中心。23却通知讲，这囡仔已经忘记啊。检方复审了后，也依照杀人罪，甲这个妈妈声压。高雄大社安静的这个社区，几落工前所发生查某婴仔死亡的案件。31号姓陈，家己请养囡仔的妈妈，疑似照顾疏失，甲4个月大查某婴仔藏伫厝内，一直到6天了后，才互外界发现已经死亡。迄也要咱会算甘甜，对不？他说他想我女儿要想要寄托给寄养家庭，因为他说他没办法抚养。根据了解，这个妈妈有2名查某囝，分别是1岁半和4个月大。今年5月，经过通报是脆弱家庭，由社会局协助租厝、经济补助和每盒托婴服务。9月初，大汉查某囝因为班上有肠仔病毒，停止送去；细汉查某囝嘛做伙请假，一直到中秋节过后嘛无送去。23号，甲托婴中心讲，细汉查某囝已经死亡。中间后，案母请假没有送案主送托，直到23日，案母告诉案主疑似死亡。社会局立即叫救护车并通报。
发现该婴儿已死亡多时，检察官同时指挥警察到现场采证，并查扣相关手机证物，再传唤生母到场。经检察官讯问被告后，认被告犯杀人罪嫌重大，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性。但是妈妈不明原因，涉嫌把囡仔藏伫厝内，面对警方的问话，嘛只有讲囡仔出现食欲无好的状况。检方以涉犯杀人罪嫌重大，向法院声押禁见核准。记者李小兰、面交官柯建俊高雄报道。做灵母的姓刘姊妹啊，涉嫌甲一个1岁囡仔开击杀死。今日台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头一届开调查庭，提审在案这2个姊妹啊，不过因2人唔承认犯罪。这辩护律师也指控检方违反警察部公开操作社会言论，而且主张不应该由国民法官来审理。不过检方认为讲，这国民法官参与对修补社会安全网是有帮助的。凯家属也批评这2个嫌犯，敢若想要脱罪尔。台北市1岁查甫囡仔凯，和故意的姓刘的姊妹啊，涉嫌虐待死亡，震惊社会。这2个姊妹啊，互归押禁见。台北地检依照虐待儿童妨害身心发展第4罪，甲2个人起诉，并且请求依照违反儿少法加重其刑。台北地院国民法官2月头1摆开庭进行调查的庭书。法庭外口有凯家属，也阁有儿童权益促进协会创会理事长王美君，也阁有民众来到现场赞声。也若4个姊妹啊，伫法庭上搁再否认犯罪。辩护律师反倒转甲检方违反刑事诉讼法，讲民众拢是站在国民法官，也毋过检方对外放消息，操作媒体舆论，影响民众，造成案件未审先判。主张专案不应该由国民法官来审理。作为辩护律师，我能够表达的意见，刚刚在开庭中已经全部表达了。那我想在法庭上已经表达的相当明确了。辩护律师指控检方违反警察部公开，而且有调查庭书不当，要求调查检察官金门市的录影光碟。不过检方讲，虐待儿童案件全国真注意，除了应该公开审理，国民法官参与对着修补社会安全网有帮助。说一句难听一点的，检察官他根本不需要去透露任何的资讯，为什么？当小孩子凯他送医院的时候，那个伤势，所有的人眼睛瞎了吗？都看得到吧？就算有人去泄露这个东西，小孩子的伤势是怎么样，那个东西是事实，并不是说是虚构的。全身的伤哪里来的？跟你们都无关。那我觉得当一个律师，你可以为这些还没有被定罪的凶手辩护，当然觉得没问题。我也尊重人权律师，但是我觉得讲话要合情合理。调查庭结束了后，这2个姊妹啊，坐就经并且押回凯家属不管2个人一直拖延审理的时间，想要脱罪，恳求法院还予凯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检调侦办超市和凉菜的进口技能案昨进行搜查，约谈相关人员。这超市公司的负责人真武桥信后2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也那凉菜负责人林义玲100万交保。也那迄当时的这个中央特产会涉案的专员是50万交保。专案的向都里和嘉东早起等方向来侦办。清查真正式半暝建立地检署，中央特产会正执行长陈中兴，嘛是现任农业部副署长，信后无报请回。够有在定一些什么规则？同款请回，国特产会正家禽组长蒋英泰，嘛当时特产会5专员交保50万，不过3个官员拢互列作被告。北检所侦办的，就是超市进口2个案件，由立委丁人去年提过，国经过监委纠正。检方经过一样开始行动，承办检察官和郭明德政治现金案是同一人，二是嘛约谈超市甲凉菜公司的负责人甲员工。有什么好澄清的？透明证实了后，以200万交保，伊是超市负责人郑武桥，互指控成立一人公司，资本也干那50万。伫去年国内欠2个时阵，伊煞有法度冒着官方上亿的补助，进口巴西鸡卵，负责的特产会互检察院点名。用阮超市用违规的方式清款，唔对的单据嘛照收，阁无查到国内鸡卵的产量已经慢慢回稳，所进口的7000多万粒鸡卵，超过5400万粒，最后拢销掉，甚至阁有其他的争议案件。去年开始，国内的鸡卵都无够，
特生会找超市负责人的查某囝吴如辉协助联络龙彩公司负责买日本卵，不过下半日龙彩无续约了，该向超市买现货，因过伫签约迄阵，超市根本就还未登记公司，特生会嘛无落实鸡卵的验收，尤其吴如辉嘛讲有发觉到，伊一个人兼公司代表日本代理商、甲进口贸易商，顶下手拢总无来进口日本鸡卵。我想我们会配合整个司法的调查。面对进口卵的风波，农业部长陈俊贵前一天是无讲什么，不过检方这届分14队所查到相关事情，敢有牵涉不法，专案向道理加重早起等方向侦办。我今天离开了。专案争议不断，当时的农业部长陈吉仲嘛为此请辞，包括伊在内，甲前的特生会董事长林聪贤等人，拢有面带提过，嘛无排除是检方后一波的约谈对象。在这个超市案那个力度跟这个柯文哲力度是不一样的。如果连陈吉仲、连林聪贤都没有约谈，我相信签名对北京会这个非常严厉谴责。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所以在野党不要一再的对于个别的司法案件下指导棋。红点的林聪贤是低调，不受访问，敢若私下回应讲，伊做代志拢真坦白，希望唔通冤枉伊。另外，陈吉仲伫一个进程拢无法度联络到，这个案件按特生会到农业部，敢有公务员涉嫌盗利，甚至是贪污，退超市甲龙彩出案，也搁爱调查。不过政治上已经开始咧攻防。记者综合报道。又有风台出现啊！气象署指出，讲这西马龙风台伫拜三变作是轻度风台，对于关东的方向起袂影响到台湾。除了这西马龙以外呢，琉球附近也有新的热带扰动。气象署无排除后礼拜一会变作是10月风台，影响到台湾。这几日的天气是真无稳定，一时闪大雨，一时搁出日头。气象署指出，拜三下晡2点，日本琉球海面上的低气压一定形成做轻度风台西马龙，以7、8号会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因为离真远，对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下午2点增强为第16号的轻度台风西马龙。那在强度方面呢，因为整个环境条件比较不佳哦。预估变成轻度台风之后呢，短期内又会逐渐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除了西马龙风台，琉球附近的海面上，更有新的热带扰动。气象署预估拜6礼拜有机会形成做风台，而且无排除伫后礼拜一形成10月风台，影响台湾。气压逐渐在发展，随后到假日2天，周六及周日。强度会逐渐的增强，不排除会变成热带性低气压，甚至是台风哦。那一直到下周呢，会逐渐的接近到台湾。目前琉球海面上有2个热带系统，气象署指出2个风台形成的时间无同款，未互相影响，不过有可能为台湾带来大量的雨势。气象署表示，拜4到礼拜北部东半部有可能会闪大雨，也若中南部天气就较好，不过嘛是爱注意过昼了后会西北雨。记者陈阿选谢桂玲台北报道。这2个月接伫咧中昼过后有雷公雨，造成台南这西港啊，也个嘉义等地区呢，种麻的农民损失惨重。农会预估今年这产量上无会减5成。也那市政府是指出，农民会当去到公所提出申报，也赶紧送件予中央，帮助农民渡过难关。政府若想办啦，因为你全部园拢无打拢啊，证明已经伤到伊的本身的重心变袂大啊。这些农民出来发声，本正这阵乌麻啊，通成长到惨人的药病源，不哩个说因为旧历6月到冬，不3时就落雨，地区早种的甲打种的麻啊，拢水上兼倒长，主要因为麻啊惊水。农民讲，这回有影食力是这10几冬来上严重的。啊，大家拢到白露，前10天啊开始就种，种了，才一直开始落雨。落较紧安尼，阮大家农民嘛，去公所反映，啊，拢无爱操管。农会有申报大概42公顷，可是全西港区可能100多公顷啊。昨天去看的话，大概都田里面的水应该都没有办法，也有一个田地已经都很高了，全部都倒
倒下去。台西港嘉义生活甲安定是种麻的主要产地，各地头陆续传出灾情。以西港来讲，初估有80公顷受影响。农会指出，若好年冬一冬会当收5万斤，产值300万。不过今年产量估算上少，减5成，这嘛连带影响到做麻粉、麻糖的产业。要做咱在地农产品的物件，这个季节嘛足关系啦。哎呀，你也无遐的原物料，你嘛无法度去做产品出来。公所这边把资料送给我们的县市政府之后，那未来就是把这个资料统计到达，就是我们受害的面积无收获面积到达25公顷的时候，就可以启动这个灾害救助到现场去会勘。那这一部分的话，也会在很快的时间内完成。农会指出，受损的农民会当提出申报，农业部审查了后，会公告点市麻天然灾后救助的区域。另外，市府嘛会协助农民来做改作也是修经。记者李楚台南采访报道。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争议未少，早起国内妇幼团体代表做伙开记者会，因指出讲调查发现，台湾少8生囝还未合法进前呢，就发生这有人偷做出来反悔，无想要爱一个囡仔咯。那依照目前规划草案，敢若会当罚钱尔。一寡团体是建议讲，针对人工生殖法草案，应该爱好好讨论，才杀到立法院审议。拒绝国造孤儿。来自全台妇幼团体代表自5早起联合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尽快将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送入法院审议。因为台湾代孕还未合法，2001年就发生台湾翁某到俄罗斯找代孕生囝，了后煞弃养的事件。因为草案若通过，因讲是制造更较侪孤儿。不要贩卖儿童是全世界的共识，可是我们的价钱既然标码100万，你就可以把这个孩子丢掉，那更不要讲说最近已经有新闻。为团体调查发现，卫福部国建署所提出的草案第55条，对弃养代孕敢若罚钱了事，而且敢若罚至10到100万。另外，透过关检官能生落来囡仔，敢若伫风险甲医疗需求前提之下，才能知影部分生殖细胞资讯违反儿童基本人权。他都不知道他是捐精捐卵的后代，那么有可能将来他去交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有可能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人发生关系，造成乱伦。现在就会跟这个法务部啦，什么相关单位来去做这个讨论啦，因为这涉及到那个法则的部分呢。国建署回应强调，对儿童上好的权益部分，第甲法务部等相关部会讨论。修正草案发证了后，报请卫福部甲行政院审议，搁送立法院审查。另外，是毋是暂慢修法，交由立法院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高铁要做到屏东，要安怎做呢？这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为着要避免这黑暗的交通期会甲这乌路线影响降到上低，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若准地方有共识，量早决定就当量早做。不过高雄市长陈其迈认为，无论倒一条路线，拢是希望评估过减轻影响。来到高雄迄车头附近的商圈，部分的店头拢大单广告，讲要卖还是要做。看过去，规条街路并毋是每个店面拢在营业。到底高铁要走到屏东的路线，敢会经过高雄迄车头，当地的店头拢真关心。高铁能够进来到市区已经对我们南北平衡有很大的帮忙。高铁敢会按左营拖到高雄迄车头，目前也未定案。不过高雄市长陈其迈讲，高雄铁路地下化已经乌20栋，拄乌线，即马阁要乌10栋。对四维拆除交通相关的发展，都无共程度的影响。经过审慎的评估，来减低对整个城市道路交通的冲击。如果是从左营拉到屏东的话，车子没有足够的机场可以转弯的状况底下，可能是倒退路啦，倒着走到屏东，所以他们认为不可行，不要造成大家的黑暗期。就是我们会大量用浅盾。不会用明挖。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讲，为了高铁运输甲高雄市的发展，向南经过高雄车头，若是地方有共识，愿意做这个决定，量早实施。那高铁的南向屏东路线，除了左营到屏东，经费619亿。另外一条是按左营经过高雄迄车头，再搁到屏东，爱开1275亿。不管高铁的南延或者是东延，都是希望变成环岛的高铁。相对于它带来的效益，我觉得它的工程上的这个冲击
值得我们去接受这个挑战。经过高雄车站，优点当然就是说我列车可以继续开，整个营运上来说会比较顺畅。缺点的话，我要经过高雄市区，要用地下的方式，工程经费往上增加。交通部长陈世凯捌讲过，高铁屏东案上近年底定案，有专家建议讲，关于高铁的路线，未来无论是往南还是往东，拢要有久久长长的整体规划甲考量，才当帮助高铁的路线更加健全。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大埔这杂水沟边的爆化车路要做粉块工程，不过县政府说讲，这条路就要封路封3年，会影响到民众交通。公务处也讲，因为这个路必须要跨过国道，也有这纵贯铁路有较困难，建议民众提早规划行别条路。管手伫河床伫学，伫大型钢条是放伫河道顶悬。彰化市大埔水沟爆化道路的拓宽工程，就要进入到2区段。官府宣布，对10月开始，第一线中山路以西爆化道路的路段会全线封起来，封3年4个月。因为爆化道路是当地来往东西向较近的路，有人烦恼比交通黑暗期，但嘛有人讲西北条就好。习惯走这条路是绕捷径嘛，你如果要走其他的路的话，等于说你时间上会拉长。你上班要提早，但是如果能够缩短的话，当然是最好的。封3年哦，应该不至于，不会吧？不会影响，因为工作不是在这边呢。他走边啊，对啊。大埔集水沟啊，较早拄着大雨就较会淹出来，无法度只好封爆化道路。彰化县政府开34亿做拓宽工程，起点是台19线中水桥，往东去下过国道1号含台铁的纵贯铁路，一直到中兴路口为止，全长是4.5公里。完工了后，爆化的南北边拢会拓宽做9公尺宽的双线道。公务处讲，因为工程牵涉铁路含高速公路，大部分干那会当伫咧半暝做，施工的时间有限，加上要兼顾安全，工期才会久遮长。穿过台铁，因为台铁底下的过路箱很小，电车现在走，防护措施还有施工的时间都缩短了。公安局那边对整个交通维持审查很严格，替代路线都先做好规划，这个部分我们都同步在进行当中。官府强调讲，中山路以东的路段去年已经动工，按算伫2026年的年底完工。这摆封路的西段，建议过路人伫封路的期间，会当对中山路经过中央绿桥、行轮美路，还是经过中水路，才会替代路线，闪过交通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新闻学之父赖和除了是医生，也是抗日运动主要的人物之一。伊的文学作品描写出日本殖民统治的北社，当时人民受打压的困苦生活。彰化的赖和纪念馆就举办导览活动，带民众来认识赖和。望天苦亦无悔。这篇出家归家是作家赖和伫日本统治时代，因为参加设置议会的清源运动，互日本政府抓起来关。出家的时阵所写的7件4句，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除了是医生，嘛是抗日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设置彰化的赖和纪念馆收藏侪侪赖和的字画、手稿，嘛举办导览活动，带民众认识赖和的生平事迹。但有一本册叫做《南北追求赖和》，我有淡薄仔无熟悉这个意象，所以我今日坐火车来熟悉这个意象。之前我较粗浅的了解是，伊有做一寡文学作品，伫日本时代为台湾人发声。啊，不过其实我无知影伊有遮侪艰苦的过去。原来伊伫咧台湾文化协会内底，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1894年出世的赖和，伫16岁迄年考到台北总统府医学院。1917年当彰化开病院，免费替散车人治病。1921年参与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关心农民、工人运动。2摆因为治安警察法，互人列入监狱。100年前，伊追求的公平正义勇士党位义斗争100多年啊，咱的社会也是不公不义的代志足多啊，所以我足希望大家听到赖和的故事了后大家要有迄个正义感，来个为这个社会个拍拼。纪念馆表示，赖和的作品充满对社会艰苦大众的关怀，希望透过导览，让大众认识赖和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做伙思考什么是公平正义的社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有关心失智症的民间基金会，带失智症老人做艺术治疗，维持因的认知功能。即摆也用因的画作举办一个画展，希望社会大众关心失智症的议题。我这是画吼，在淡水的景色，啊淡水就是有小鸟，有风筝，有新鲜，这是木栅栏。斟酌小街一百色最显目的图，这是今年68岁的郭秀珍画的淡水风景。郭秀珍有重度失智症，不过这并无阻挡伊出国活动，颠倒积极参加民间团体办的艺术治疗课程，维持伊的认知功能。过程当中，他能够自在的跟旁边的志工聊天，开心，说他以前的记忆，慢慢的把他脑海中的景象画出来的那种成就感是非常特殊的。按照卫福部的估计，到今年底，65岁以上的失智症人口数会有35万人，2031年会增加到47万人，2041年可能达到68万人。台湾人口老化，未来失智症患者会对咧增加。根据失智老人基金会的统计，有8成的患者拢是踮社区生活。安怎提供优先的社区资源，是未来政府的施政重点。家属或是照顾者陪着这个失智长者可以得到一些比较正确的活动，让他们这个在认知功能方面在身体功能方面得到一些帮忙。基金会也建议要增加社区内的失智症优先据点，让失智症患者透过据点得到帮助，也是参加课程，减慢恶化的速度。另外，基金会也认为据点是真好的宣传地点，透过据点办活动，也通让社区内的民众了解失智症，预防失智症。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加拿大的哈德逊湾是北极熊重要的生态地，却因为人类继续排放温室气体，这气温一直的升高，地区活伫这带北极熊生存受到威胁。上开新的研究显示，若准这全球暖化超过巴黎气候协定所设的限制，这加拿大哈德逊湾西部的北极熊将有可能伫这世纪内就碰到灭绝的危机。海熊妈妈当在饲奶，饲细只熊来啉母奶，但是这个画面有可能因为气候变迁愈来愈严重，以后会愈来愈歹看到。加拿大北极气候科学家讲，若全球暖化是超过巴黎协定设的限制，就是各国同意把全球升温的幅度限制伫个纪摄氏2度以内。安尼协定若无达成，海冰融的速度加紧，互海熊踮伫个陆地时间愈久，无法度顺利去掠着海拔。母的海熊嘛会因为安尼欠智能愈来愈瘦，致使因袂生。毋那呢，母的海熊的零接内面30%都是智能，嘛会影响到这细只熊无够营养、无够氧，无法度顺利来大汉，变做恶性的循环。Hudson Bay was probably the most reliable place anywhere in the Arctic to see triplet litters, and where triplet litters were successful into adulthood. Those disappeared here for, I want to say, 15, 16 years. They weren't seen. 加拿大哈德逊湾的西部目前差不多有600只海熊，这个数量是40当中的一半，嘛是全球20大海熊上受威胁的地点之一。那人类继续排放温室气体，地球继续暖化，估计当地的海熊会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阵对咧灭绝。海熊研究团队伫今年6月捌指出讲，加拿大哈德逊湾南部的海熊可能会伫这世纪中上早灭绝，因为这个所在寒冷的冰层要开较侪时间才会当冻结。若讲气温起伫2度，哈德逊湾南部的无冰期就会超过180天，这已经超过海熊会当忍受的极限。若是气温起伫2.2度到2.6度，伫哈德逊湾西部的海熊嘛同款要面对无法度生存的命运。And actually, over the last 40 plus years, this period of no sea ice in the summer, this ice-free period has lengthened by over a month. So it's like over a month of less time that the bears have to acquire food in the form of seals. 虽然讲哈德逊湾的海熊有想要去找其他食物的来源来适应伫陆地上无法度踮伤久的时间，但是这食物和正常海洋食物提供的热量嘛是袂比值。顶礼拜就发生伫冰岛的偏远地区，有居民发现海熊伫粪扫堆内面找物件食，所以因为伤挖度假村，互当地警察看作是威胁，经过官方的同意，甲因抬死的悲剧。冰岛本身并无海熊在生态，但有时阵因会坐起伫浮冰顶悬，对过冷难来到冰岛，受到全球
受气候暖化影响，海上的冰减少，造成更较侪腹肚枵的海鲜爱起来岸顶找物件食。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来看澳洲墨尔本海洋生物水族馆有一只天霸王级数的国王徛鹅仔囝，才9个月大尔，这体重就23.5公斤。平伊的老爸老母加起来是更较重哦。这3只徛做伙，看起来真高水，伫网络顶头也真清。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在墨尔本海洋生物馆这顶徛鹅内面，你一定会看到伊滚滚这只，伊是今年以来唯一一只国王徛鹅 baby， 目前是9个月大，规身躯阁有咖啡色的毛，但是伊的体重已经来到23.5公斤，比分别71公斤的爸母加起来阁较重。一口罩3只徛做伙，看起来是小可怪怪，但是阁真趣味。He's a baby penguin. He was born on the 31st of January this year, and he's large and brown and fluffy, and becoming the largest penguin here at Sea Life Melbourne. 采用员讲，这只叫做佩斯托的徛鹅 baby， 拄出生的时阵才200公克，即马变做安尼肥肥，主要是因为伊的胃口真好，逐摆车用员来饲物件，伊拢是第一个有反应的。目前伊一工都爱食30只鱼。虽然讲佩斯托的体重一直起哩，车用员讲伊嘛是真健康，而且差不多过2礼拜，伊就会开始长大人。He's going to start losing that really adorable baby fluff. It might take him 1 to 2 months to really get rid of it. Then he'll be nice and sleek and streamlined. 车用员讲，到时佩斯托的胸坎含头就会出现真水的黄色、柑仔色的斑地，而且亲像因爸爸同款，穿遮因头的乌白有尾的礼服。这个过程会用伊真侪能量，伊的喙斗渐渐袂较好，体重自然就会降啊。在佩斯托变身进前，伊受欢迎的程度和伊的身材是正比。相关影片伫社群网站市场全球超过19亿人点来看，阁有真侪人专门是因为伊的名声来到海参馆，要亲身来看伊项链，阁有够古锥的风采。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最近天气一变化，明仔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4度到3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4度到3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1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5度到3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疑点这个地名是对倒一个社团的名来嘞？画几弯啊？好来，我是感觉疑对啦，因为有啊。西虾，我冇听过，全是西虾。西虾吗？西虾应该是西虾。你相信我？我相信你。